在地人在地前来关心风杯沙，为了改善东北季风所引起的风杯沙的问题，台中市环保局伫台南溪报案呢，运用一寡茶壶甲阿达梅培养土，打造波斯菊花花海，更加用 AI 智慧水线自动来压水，用花来改善风杯沙的困扰。 大片的花海随风咧摇，这是台中外部区大安溪坡仔段的报案。台中市环保局今年甲3号分署合作，利用溪层来种花，来控制营养的问题。也可以减少扬尘，也可以减少人一直持续盯着那个天气的状况。当年东北季风拢会引起溪层营养的问题，这几年透过种花来改善。若要种这片花海，就要先铺125栋的回收废茶油瓦，甲77栋外阿达木培养土，也种了后，搁爱铺 AI 的智慧水线来自动压花。土壤湿度不够的时候，小于50%的时候，或者是气温高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启动水线来自行浇水，那减少人力在负荷上的一个负担。 台中市环保局用这项新科技的应用，伫咧城市管理甲公共服务，成功摕到第4届 TSAA 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金奖。透过智慧科技的应用，互管制更较巧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